哇，可羅地亞書包啊，很慘啊！我們做定艇啊，滋潤一下。呢個椰漿啊，係啊，連埋呢個椰奶咧就都得。啊喂，直接不粘鍋咁啊，倒下去。喺呢個中小火啦，然後攞啲玉米澱粉粟粉啊，係啊倒啲訂啦咁樣。然後咧粟粉一溝啲訂呢個冷水啊，咁樣揾手咧咁樣嚼軟就 OK 啊，咁樣。嗰啲椰漿滾啊，係啦，咁樣咧邊嚼，然後咧呢個澱粉咧嗰啲粟粉啊，咁樣慢慢咁樣加入去。滾咧就煮完㗎啦，咁樣咧咁樣結結地咧沾些奶油咁樣就 OK 啊。馬上把它倒出一個碗讓它涼一點。喂，生椒不要選太熟，咁樣剛熟咧，有一點那個黑點的啊。然後我發現咧指甲有點長啊，我們做東西咧乾淨一點，係啊，先整個指甲再弄香蕉。喂，攞個小保鮮袋，然後咧香蕉放進去啊。這種長度我通常會搣一半咁樣啊。那個平嘅東西咧咁樣壓餅它，不要太薄，好似蛋撻皮咁樣啊。用呢個保鮮紙好像好啲啊，又便宜一點。我剛剛煮呢個椰子咧，忘了加點鹽巴呀，你們這裡咁樣咁樣。喂，剛剛嗰啲coconut cream。果仁咧，他們通常還會加嗰啲咩椰絲碎啊。係啊，有咗肉啦，家裡啊咁樣做，哇都靚啊！哇，已經很靚，你睇下，喂！然後咧咁樣一分一分包好，係啊，攞個盤咁樣，咁樣。呢個冷凍急凍啊，哇水訂多啊，係啊，喂，通宵漢草衰成黐啊！哇，你看呢個完美香蕉冰淇淋啊，這樣 cam 脆。係啊，我不吃香蕉，我聽睇，喂，做完甜點咧，整個人在做不正。